東九龍地標王，市區稀缺盤9件彩虹站王炸新作，在香港呢個鐵路上蓋摩天地標項目，真心買少見少。今日嚟帶大家睇牛池灣彩虹站上蓋旗艦項目東九龍地標，市場稀缺，有九龍建業打造彩虹鐵路站上蓋5到54層，總共2000個單位，首期6月推出。點解咁稀缺？3個核心重點，你一定要知。1. 地段獨一份，彩虹站成熟地帶，整合大型綜合用地，真係歷史性時刻。市區核心加鐵路上蓋加57萬尺商業配套，市區重建天花板。2. 土地供應斷層，香港大規模綜合上蓋項目買少見少，呢度補地價係市區歷來最貴，珍藏品級項目市區罕有，以後新盤離地鐵只會越遠，規模越細。3. 交通效率拉滿，港鐵彩虹站上蓋，觀塘線樞紐，香港鐵路網黃金終點，中環、尖沙咀、銅鑼灣，港鐵直達，效率飛起。買呢度唔單止係買樓，係買市區核心節奏嘅掌控力，樓下就係商場，出門即達港鐵，極致生活體驗。彩虹站上蓋全新住宅，純正地鐵上蓋物業，配套約57萬尺大型商場，落樓逛街，出門搭港鐵超方便。無論係自住會房定係長線配置，靠住地段同成熟配套，置業性價比紮實穩妥。樓盤資料我已經整理好啦，嚟希望可以幫到你。